修羅王本身就係一個空設下嘅角色，由恐龍派五子合體而成。今次介紹嘅係小修羅，承襲翻系列特色啦，Q 版化嘅角色保留翻完全變形，仲有造型啦，同埋佢嘅合體。嚟了啦，開箱啦！鋼仔派對盒繪咧就非常靚仔，可以收藏啊！上面亦都列出咗你同我都知嘅5位恐龍派成員喺晒上面。正面打開盒咧就可以見到5位成員噶啦，有說明書啦、貓掌磁啟嘅時扣，仲有呢個北歐卡，亦即係角色卡。咁上層就係5位成員啦，下層就係所有嘅配件喺度啦，好清晰，好易明。首先嚟展示一個合體用嘅配件展示架玩法，非常好嘅收納啦，方便到唔同玩家展示嘅需求啊，亦都增添咗一名新嘅成員。跟住呢，就係每位成員嘅造型啦、可動同埋佢哋各自嘅變形展示啦。呢個系列咧都係基於 G1 版本 Q 版化嚟製作嘅，主要細節會保留翻啦，變形有啲大致相同啦，亦都有啲重新設計嘅部分。好似呢把大劍咁，係 FOC 鋼鎖類同嘅，但係可以分拆成為唔同武器俾其他同伴使用。咁鋼鎖分配嘅呢，就係呢個劍柄斧啦，另外亦都配備翻佢嘅圓形槍。咁相信大家都對 G1 鋼鎖嘅認知呢就非常深厚啊！以 Q 版嚟講呢，佢要做嘅都做齊晒，外形、細節、塗裝都係充滿晒噶啦。咁直接睇下佢嘅可動性啊咧。通常我哋玩啲小型玩具或者 Q 版化嘅玩具呢，可動上面都會減少咗啊。咁呢啲都係一啲無可避免嘅事啦，但係可以將個傷害呢就降到最低嘅，即係話盡可能保留所有可動嘅關節，但係可動嘅角度呢或者範圍呢係有所降低。要兼顧合體第3個模式呢，就變得成件事更困難啦。所以鋼鎖喺呢度因為結構關係呢，就犧牲咗轉腰。有就當然更加好啦，但係呢啲規限底下冇呢，亦都唔算唔得上係啲乜嘢嘅損失。咁大家喺示範裏面呢，可以見到頭可以轉啦，亦都可以做到點頭啦，手臂可以旋轉，亦都可以平舉，亦都有前臂嘅旋轉同埋屈曲啦。拳頭方面亦都可以轉嘅，腿部可以大幅擺動啦，屈膝有90度，亦都有腳尖嘅旋轉，都係盡善盡美啦。嚟變形啦！方向咧同大家認知都係差唔多嘅，所以會係非常易上手。而且啦，5位成員都有住相同嘅收納方式，所以無論變形或者合體咧，過程都係非常爽快。而每位成員腋下都有呢個旋轉部件嘅，係用嚟調整手臂喺唔同模式嘅時候咧，將佢處於翻喺唔同嘅適當位置。咁如果你攝隻手埋齋扭個部件咧，其實係好鬼難嘅，因為佢都幾緊下嘅。咁建議你借助翻肩膊相連嘅球狀關節啦，帶動翻佢成個部件啊，去做一個旋轉。腳掌部分啦，變形亦都係合體模式嘅側裙甲啦，簡單得嚟亦都好實用，亦都隱藏得非常之好。
咁呢度轉腳嘅空間係啱啱好嘅，簡直用盡晒每一寸可以活動嘅空間嘅。咁鬼細，總有住呢啲變形嘅細節同轉動部件嘅設計咧，真係鬼斧神工咯！當你睇到呢個暴龍模式嘅時候咧，絕對唔會有啲乜嘢投訴會存在出現。你可以見到嗰啲塗裝啊、細節啊都一絲不苟啦，唔係單純縮細喎，都有住合理嘅變形設計咧，迎合翻風格上嘅轉變㗎。咁加上大家頭先見到嘅可動性啦，佢嘅可換性咧一啲都係唔低嘅。第二位敲撬保留翻原有嘅身體上面特徵啦，新嘅武器有開山刀，亦都彰顯出佢一種原始暴力嘅味道。個帽嘅設計亦都顯出佢好紮實穩健啦。可動性方面咧，亦都係同鋼索差唔多，同其他3位成員咧亦都係嘅，所以由呢度開始咧，我哋就會係快鏡一下啦。咁啊，腳掌冇接地啦，單純以腳尖旋轉做穩定。於黎同埋佢因為個頭部設定關係啦，可以拎個頭盔落嚟，然後轉另一邊嘅鐮雕出嚟嘅。乜實用度冇乜噶啦，但係就絕對可愛到爆啦！好典型嘅頭部收納方式啊！尾巴嘅處理方式咧，亦同其他嘅角色唔同，喺呢度做咗一個獨立嘅處理。同樣咧，都係透過腋下中間個部件咧調節手臂位置。咁之後嗰啲都一樣噶啦，咁就唔再重複敘述啦。亦都係收好拳頭啦，前臂轉到前面變成龍爪呢一啲簡單嘅操作。嚟到雙腳部分啦，都係同5位成員差唔多啦。將個腳外轉，底部咧唔係尾巴就係頭噶啦，將佢拉出嚟，小腿向上轉啦。咁另一隻腳咧都係一樣嘅步驟啦。最後將雙腳咧合埋一齊，咁就搞掂晒噶啦。好簡單快捷咧，就冇 MP 咁繁複嘅步驟啦，但係有住變形嘅樂趣啦。造型亦都係還原嘅，亦都冇偏遠嘅感覺。於黎嘅造型啊，同 G1 有少少唔同嘅，佢冇咗背後嗰對翼啦，變形亦都唔係一貫嘅方式。老實講，雖然佢唔夠 G1 背脊咁乾淨咧，我反而咧就更加中意佢。咁呢度收起個頭啦，調整手臂嘅位置。嘅腳外轉啦，拉出嘅尾部，小腿外轉上去，變成尾巴後面嘅部分。比
較大嘅改動咧就係個龍頸變短啦，亦都鋼鐵化。咁其實都配合翻個主題之餘咧，亦都配合翻成個小隊嘅修羅風格。我一直都認為火炭咧係最型嘅一位嘅，體型係比較強壯啦，身上面嘅稜角尖角咧都較多，顯出佢咧就比較強勢嘅。都係令人非常滿意嘅。三位分屬陸上嘅小龍咧，雖然唯一同原設唔同咧，就係後腿喺機械人模式面係外露啦，但係都瑕不掩瑜。飛撲喺 Q 版化之後咧，個隊形咧比例啊更加誇張，變咗好似蝙蝠一樣啊！而喺胸口變大咗恐龍頭咧，反而令佢變得好似更大隻。變形結構咧，亦都同過往咧係有所唔同嘅喎。喺細節方面啦，飛翼非常豐富，機械感亦充足。注意嗰個關節咧，要轉到去呢一個位置。後腳咧本嚟係膝頭變出嚟嘅，而家改成你喺內藏小腿裏面，新鮮感咧就好滿足。相比嘅收落方式喺不可抗力底下咧需要外置，但亦都唔影響外觀喎，合理㗎。設計師勁啊！恐龍派五子無論喺造型、可動、變形上面咧都可以令到大家滿足同埋感到佢哋係有樂趣嘅。眼見呢個情況，就算你同我講喂佢哋係冇得合體嘅喎，我都已經覺得非常值得入手啦。咁但係事實，佢哋係真係合到體喎，而且表現咧都幾令人喜出望外㗎。接翻落嚟，請大家細心欣賞佢哋嘅變形合體，體會呢一個影片嘅高潮位置所在啊！
首先啦，我哋拎起鋼索，將佢雙腳還原咗先。喺裙夾轉出嚟嘅連接桿咧，我哋卡入去呢一個位置度，固定翻個裙夾。背包留意翻啦，黑色部分咧，我哋將佢下退去到呢個位置。注意翻膊頭旋轉嘅位置咧，先至可以扣到手臂嘅。
咁個卡槽有啲緊嘅，需要借助手臂嘅角度啦，嚟方便翻大家去做一個施力嘅安裝。大件亦都睇得出咧有晒設計嘅心思嘅，我好鬼中意。而啲小槍亦都要組成大手臂炮，喺冇任何配件遺漏嘅情況之下咧，一勞永逸，真係放心晒。保持咗系列嘅品質，令人玩得安心啦，而且成個過程亦都係流暢嘅。設計方面喺修改咗比例同埋加減嘅情況之下咧，恰到好處，原有嘅味道咧一啲都冇流失，而且仲有住自身獨特嘅美型風格喺度添。加埋佢仲有合理嘅可動啦，流暢嘅變形都顯出設計方喺各方面嘅考量咧都非常認真同埋極之徹底。真係非常想講佢嘅細節同埋塗裝方面咧，真係做得非常非常好。雖然唔係嗰啲閃靈靈嘅咩金屬或者電鍍嘅上色啦，因為各種豐富而恰到好處嘅處理，令佢合體之後咧一啲都唔雜亂啊，仲有住非常高嘅可觀性，完全係超出一種喂我有個合體嘅變形金剛咯，咩啊型咯嗰個 level 啊！所以如果你中意恐龍金剛又厭咗正常比例嗰啲玩法呢，激光貓呢隻小修羅你實在係唔可以錯過嘅。而之後佢哋都會推出其他嘅合體金剛啦，速度方面都 OK 嘅喎。我諗大概2-3年大家都有機會儲齊晒㗎啦。而最重要嘅就係佢嘅價錢公道，而且亦都係好慳位。咁今集分享嚟到呢度啦，你對小修羅有咩睇法呢？歡迎留言俾我。訂閱讚好，支持同埋認同我嘅分享，仲有製作啦，仲可以收到最新嘅影片通知添。實際支持啊，仲可以透過打賞嚟肯定我嘅創作，俾我更加多嘅原動力。咁就係咁多，下次見。